民国92年啦，县政府有一个赖口中，伊准备到台埔这片拍发通，所以后来就是问来讲，南住这片有咧客家中，问下地嘛，讲暗地，因为所以伊后来就问来讲有兴趣去认识嘛，我好啊，做得啦，就就是介绍来入去。92年入去甲遐做沙奇理事长的阿信哥，戴春吉，带人入去台埔去认识客家，去参加去叫做个仰望，我记得体育课摕咧，因为这一科嘅入住住林有春，所以我就摕去搓三面茶、天牛茶，所以也就贴在的东西去回顺。台埔是因为入去做研究以后，去状况人无人个工作可以，所以也就有把个事情从未来讲，所以我们因为台埔这片主要的挂掉都给，所以当年固定做某个时间，我做某个事情，时间都会有某一天要演讲，人自家就会打电话问一个时间都会就会去。迄无行，因为这种就有10天8迄东西用的。就变所以台埔这片每边都人自家天然故乡用的。安坐啊，走啊，去看升那个王旗啊。哦，那个庙那里。对啊，庙啊，5点。安坐啊。哦，坐。哎呀。哦。大家好，这是俺台埔播音台，你下有明天事情到大家，就是了解要给比赛，你下时间到的场外参加比赛，大家点做出来是重点。这个是迄个卢明义的啊。有。哇，14。都希望有任嘅比賽啦，北埔有比賽啦，喺南埔是冇啦，南埔冇，人家有熟，就來比賽咩做得啦？你啊豐熟啦，你啊，睇自家鬧熱來講啊，係產物都摘捉出來，係鬧熱啦，係啊，用任嘅來比賽，阿伯公媽會歡喜，係啊。你你照你们来了，14.05啦。这个上面人诶。哎，春金。元旦吼，你喺雞竹條嚟，雞就塞過，就按隻北過，
我太婆啊，从那个摆个竹头下，摆石头，甲寺庙就用铁，嗰种嘅，在你庙方唱王爷来看热的，哦，啊看热的吼，让ทับที่ดีทับ好，让开工。你即摆的朱王爷甲迄个朱王爷，讲要坐动台车，也是要。免啦，讲大家两位啊，三张啊，安尼三张三张。都坐前座。北公上去下做嘛去，还冇抢王爷了。哦，因为庙方去来，佢王爷来呢，他没有吵，想结朋友样，系啊，佢下太人唱起来太闹热啦，哎呀，祖父千岁啦，啊，祖父嗰系两尊王爷啦，当然我唱王爷来，太闹热啦，来哋会当啊，太闹热啦，哎呀。是喽。朱王爷，正无？放假嘛，放假嘛。我出嚟會出世，我80年咧，出嚟會80年咧，夾下嗬，入下木，入兩下木所以8年咧。阿婆帶到睇啊，阿婆睇上嚟啊，8年去買菜，冇人講叫樣叫佢睇條，隻虎腳俾叫咬聽，係要我捱冇俾咬到啊啲。要吹这好子啊，要对吹。你哪会到？我唔知。对啊，啊，就甲地里就对啊，你烦恼遐多。我唔知烦恼。要烦恼就免做人亏。400。400。你先问下，你先，因为我买嘛，再去。跟住港中人说诶啦，你要多防作。啊成无需嘅古人来，啊留条去种菜，也喺种物嘅，係去成山賣，係讓有人賺。撞下生意都太啊港中，啊赚冇乜錢啊，有些有做啊，又冇收費啊，總之嘛出去這條路，係啊。我想今天主要要跟各位去探讨人为什么会长期离开自己的家乡，知道吗？人为什么会长期离开自己的家乡？为什么你会离开屏东到高雄去工作？为什么你会离开高雄到台北去工作？为什么你会离开台湾到大陆去工作？好，移民，我们谈到了客家人的迁徙中间过程中会谈到移民的理论，移民有一种叫推拉理论的。好，这个各位。那喺某啲咧客家人。30世紀人就因為潛頭路嘅關係，我就來到高雄。那喺高雄啊，唔過以前就到美國科技大學度呀教書，太埔去做研究。啊，到後太埔嗰邊咧，客家人要全部都北埔下來嘅。主公先讲。请按主公吼来甲夫妻讲讲吼，就是关于按这科吼文书正科吼，这个银行平安庆典吼来请示事项，啊，请按主公吼来甲按做一个指示啦。啊，按是。今年11月27日。按你平心啦吼，啊嘛是这个平心吼，平心的11月17，按这个时是咧看这个时嘿。啊，即个跨度甲宽度甲按即个，嘿，还是配合，啊，就是即个长度按得掠出来，按得好，吼，啊，其他跨度甲宽度还家己要配合吼。28尺9。往前开播一期吼，就是这个朋友呢吼，正月是1时，
这个王船安用几多时间？反正等于年正月2八支持，王船的春节安出国是来支持讲4、5个搭棚过来伫遮，吼，迄铁枝仔路边仔迄间啦，迄就阮的古厝啦。13、14岁遮吼，这段时间带毕业的时阵啊，就去做小木啊，做头都较无2档啊。因遮吼，这自船所遮吼，啊高雄落来遮的坐船来遮，啊大家结伴，吼，啊都对这坐船有兴趣。我就开始吼，为迄落开始吼，为坐船遮干拢落去参与落去坐船安尼。28岁迄个时阵啊，我才开始冒船啊。这支来，这支还佫有啊，有遮啊。18。我会去南州吼，啊南州吼，为着讲要做一个较接近的形状哦，较接近的哦，才叫我吼来南州遮吼，甲做一只船啊。因这哦本来是电美利亚的，啊伊直要求搁开落啊，所以有叫我吼来南州。哦，才甲因做因这只哦的王船，啊我做到无顺利吼，再做第4只。
嘞，洗头洗头。好啊好啊。岁数朋友里，社会司令，地州大平府王俊回报，地州大平府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柯世嘉带领工作人员向银主祖父千岁参拜，拜，再拜，3拜，Thank you。学术家科王俊回报典礼开始。按一盒对，一盒，啊，搁剩食袂来，来甲配合。伊即摆即个安尼吼，你甲看，遐有够啊！即摆即落啊卡加落啊，卡来做即个班啊，吼，安尼。即摆掠5分，伊这中5分嘛，中心来掠5分啊，你才甲顾俩，才甲顾，安尼啦，哈。食对啊，但是即个接头哦，教无好势，规个拢反的。接头啦，接头啦，即个较教咧。即摆这顺沙丝啊，哦，啊这纹路，哦安尼来就袂长啊，沙丝有顺啦，沙丝有顺啦，伊安教起来才会用啊。你行过。要较安怎较好？安尼喏，要安尼呢。机用一支啦，啊一支表迄用千5个。安静。我头等你。啊，你入去看，这下这边遮，这组差较济，这组偏差较济，你甲这支号头先出来，啊，这我无拄。
我哋阿公向地島關係嘅，病坎對喎，見我哋荒山啦。哦，嗰種是苦哦，怪唔得咯。睇這個佔到像那一隻山咯，嗰度特差啲嗱，冇供我做，啊冇乜嘅發電啦，唔出嚟落雪啦，係咪？火車都來到咧南州啊啦，包尾樣做到林邊啊，做到東港啊。阿公有聽阿叔伯阿公來是講呢個地方哦，奶啊烏啊，咧種雪好種，就是講係剩下來看，哦，除咗歇，除咗大啊，哦，除咗件大到係。到來我22歲來，你80歲有嘅，60年咧。其他人做主事啊，講安尼當輩冇識啊，冇你也是做3棟咧，下來加了咧，1、2棟喎，1棟4年咧跳棟啊，嗰3棟啊，還有識啊，還有米好煮啊。天時冇咁樣啊，呢上邊係寒啊，落到嚟冬熱啊，冬熱都嚇身體唔到，嚇會拔病啊。家哥女見拔病啊？啊，水土冇咁樣啊，拔太脆，拔隻腳骨，有隻腳骨都拔3隻。啊，假如會講啊，拖到一樣成條，我想拔病啊，嚇水土唔到啊，啊都唔曉得講。看乾水的，別一桶奶來。啊冇來啊，好多唔熟啊，啊都講建議啊，我講好多人，他老輩嘅咩，他唔會談建議，啊出去買儂講建議啊。做生意，我講是讀書家操出去難錢係咯。水哦，啲田紅啲水啊是，嗰啲偏嘅田嘅買嘅呢，冇田嘅買水，了冰水啊是，你冇惡，奈冇呢，可能也多啊，行也少啊，我啲嘅學校門出來大10個鐘呢，對人來呢。家土地可能人啦行人，少會有更外嘛，老輩喺度講。安尼行人啊，嗱好多人，安尼來行人來，組織個鬧熱天來到去，特別冇咁樣嘅用牛錢啊，來啊東江人黃牙嘅鬧熱啊，嗰種事是老輩嘅，上一輩嘅人去什麼去組織，我哋後生啊就天天就出發啦，啊有安尼講行人有個。團結啊，有個人講，比如講啲南州太保有個客家莊啊，人啊，參這個安尼做落去啊，就唔會更愛嘛。我錢嗎？錢嗌啊！係啊，我錢錢嗌有人家送落嚟。啊，當初就也。北港嘅福德宮起好以後，太廟嗰邊過來負責所有嘅儀式啦。啊，佢就按老輩嘅5樣都可以啊。啊，按呢5樣以後就開始就有考卷嘅一種風俗。5樣都類似就天兵天將樣嘅啊。啊，佢就來保護一幾個莊頭嘅平安啦。因為東西南北種就幾個，就類似講用天兵天將嘅力量啦，幾個莊頭保護好起來。啊，當然天兵天將一天時間係你要搭車機啊，所以就會有考卷安尼風俗出來。我看到好多莊係有安尼風俗啦，南部啦，因客家莊做係冇安尼風俗，係冇安尼風俗。啊，不過入莊做隨俗啊。
啊，太普庄也还规个就多，也迄度福罗庄地杯啊，就天天太庙也福罗庄的也风俗。客家庄都台还能有保留客家嘅传统的嗰種風俗，啊，佢會接受福羅莊嘅嗰度風景以來。这个人，这个爱那个。他们去义民那个，你都会去啊？这几年了，这几年，后来他们有叫我去，我就几乎都有去。排除万难，翘课在所不惜。哦，时间足紧，一年都过。有啊，一年过一年啊。一年过一年。烧酒爱干，卡邦也无干，不要紧，烧酒绝对爱干。你看到够无？无够啦，你讲我去干，你压力无啊？你讲哦。无够啦。去足重的哦。干两关是要用平衡数啊数了。你嘛咧好难，又无啉半杯，啊你个怎么想？阮吴教授啉敢唔知样走？我都快气的。哎，最近来啉我唔滴好酒咧。那点这人抢去？系啊，我奇怪，咱就他可真有枪诶。啉敢唔知样走？一次都要给的一次很多讲一件事情，19一件事情就用也来了解讲，那喊你伊个正常的人啊，唔免讲伊个教书的形象高在上的，沙飞经验很贵实，对，是一个里程碑。我觉得那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后来给都是一直会很重要的事情。好了，啥位鸦片吧？我把时来摸个钱互送上背，我就向其喊谢啊！又各不种的讲个摸个
确实控制吧。我经费我这我送伊送陪，保姆样上送伊，也跟伊也讲按恁闲啦，让送各乡下来，各乡下来保护啦安尼。买菜加来，先平好咧。因为伊新竹门里人，伊迄我出现那条地方叫带香火，其实主要係咧帶移民嘅香火，變到佢叫做最體面，最體面推到佢法律追求。这个进香的概念是一种既定的仪式，它有点像一种充电的过程，然后也有一种是认主归宗的那一种过程，确认你在这个信仰体系里面分支的那一种过程。所以你等于是你每年要回到这个地方充电，充电以后你又充饱电了，然后再回到你的信仰区回去。再出九，三出九。咱塞落了尾带啦吼，咱结坛，咱有戏旗、管铜旗啊、九色街头。讲是路边啊人个信心，初一15全部来了去，神儿来了去拜。讲是阿牛望戏庙，该北宫庙望戏。你行人出了尾带，哦，嗰種是撞下什麼安平天。而嗰種是啊，做生意嘅嗰種是有法師啊，嗬，你了尾到暗嘅5點鐘嘅，做草莊啊，你咪也練口講嘅做草莊天對。草莊點啊？要嘅要扣嘛，嗬，先扣。你講先扣啦，響卡嚟啦，同時都條書讀嘅，跟我切成針要卡嚟要啊，全面搖莊啦。像你啊睇扣搖，人鬧熱係搖莊啊，你啱條書做嘅行去草莊是，佢係是算做講嘅妖怪喺乜嘅哦，佢嘅險嘅衫冇草，係咪放響卡嚟做天然氣啊？所以鬼村啊嘛，混濕街啊，曲曲曲曲啊，對人去啊。頭拜啊，科學嘅冇人好，醫學嘅冇人好啦，種嘅，咧，安尼也啲了去戲叫千多年，咧個主啊吼，個頭上啊千長，咁過來，就北宮廟啦。過來是，該北宮廟條擺庫地足條啊呢，旁邊北宮廟落先起來，個就用擺家邊係啲嘢就屬係數年啊年啦，就下冇來擺也有啦，唔係冇啦。功夫以後加到有門師啊，有乩童，有門師，加下，所以加下。變到你們也就變到也總體嘅客家人家的主要嘅一個信仰嘅中心。咱佢想象咗一下也到嘅到私人堂，唔係講總頭主要嘅信仰，唔過就總頭嘅人係有相信做嘅行點啦，去參加嘅東港嘅仰望。任何一個總頭出去一定有神啦，啊叫做用乜嘅神，佢當然就用你們也嘅名義出去啊。這個家家的個定數。好啊。豬蛇膠。阿邊澳洲這個阿邊澳。
檀香啦，檀香，咱做香的迄种茶，含糖，含糖，含糖。仰望对太埔来讲，也伊个规创业的古茶，是去观察讲伊个客家庄，都大家都一样的，都去火炉庄底部去生存，佢以前有几多的这种困难，所以可能除了去了解太埔以外，还要了解太埔顺丰的男主。咱个台湾话讲长鱼茶，太无几多难。哦，你讲啊，长鱼茶太无几多难啦。你台湾话吼，会俗语啊。贵机茶都无好去啊。都无好去啊。安尼弯过一支，等者这边安尼搁一支，所以要下几只的比较。我讲你听，我即摆弯过像这弯刀吼，像这弯刀吼。搁往来拄啊也无边啊，免钱，嗰啲啊。哦。顺即搁借入来。搁借起来。哦。安尼就2支。安尼我当2支。2支。啊，即讲经验啊。即讲经验。啊，你即摆搁要电话吼？嘿。就先去解决啊。先去解决。哦，对对。啊，你第一顺就是安尼啦。啊，我即摆咧做一遍工，唔免讲2遍工，安尼来去去，就是讲减一道，可能爱收，嘛是爱收啦。另外啦，伊有经验哦，经验嘛爱收。掠迄下里太埔的捕鱼场，下里太埔的乡亲的太家安环，这边呢有天呢。下里太庙的之前的围绕太一家来哥哥，下里的太庙的牌楼排了落成，太庙的一期摊主办从比赛，下里的妈妈教室呢有报名参加，像下里太埔的乡亲呢，然后下里妈妈教室的几人呢？大家踊跃来参加。来，过来哦！你来讲，要做糍粑吼，迄麦啦，然后做白麦啦，吼。你同做糍粑、做白麦，大家要找天做天啦，哦。你看，我就是糍粑，我做一落腿面，给天伊下来。做四腿啊，做六腿啊。安那边的暗时就爱练啊，来叫出来家里。有啊，伊的主题是去工作，所以你爱有布茶，爱有花油啊。你报到迄个舞台中的是要安怎？山腰。他们那些老人很感谢我，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没有你，我们怎么可能会上台表演？没错啊，他们也不会害羞呢，哈。哎，起初的时候，他们都说，哦，我没法度，我很爱。那时候就是因为阿公阿嬷的活力秀，所以才大家都聚集在一起，才有力量。那时候真的是很有活力，因为表演一场以后，他们会还要想第2场。有时候就是客家我们的那个文化节的时候也会上台表演，而且我那时候也有跟那个卫生所的合作，让我们来带动他们，让他们不要在家里，因为你在家里就是想的都是不是很积极的，都是负面的。
这，天哪！这一个贵。喂，这40啊，上几啊40？几百较俗。啊，几百咧？几百1002百。100 2百，100多几支？只7支8支。啊恁？你有看到几百啊？哪个？我来见过。你若看会当甲见较紧的无啦？尽量啦嘛，无法度，这无讲介挑啦。是啦，你。啊，你就800吗？系啊，800啦。好啊。我这处理我大概知。好。较早吼，因前辈吼，因有咧做过船长吼，使用即个帆船啊吼，用3支帆的。头前帆是咧扣风的啦，啊，所以伊的轮吼，伊的轮是婉转似海，中帆8面发风啦，伊原来搭一个轮8面发风啦，啊后壁位吼，就是泛滥救生啊。这有搭一个轮啊，泛滥救生啦。啊，所以有当时啊是讲，因帆船驶出江洋大海假使讲风台啦，有风台因的作用就自这悬的长的位、中位就甲错掉啦。啊，头前位换甲错掉，这较悬啦。啊，剩后壁位要驶倒啊。这是即摆我甲比论，这个款南澳船较早。3支帆啊的用意。小时候，我爸是做那个什么渔夫吗？不是。那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只知道他会背枪泥。我很少看到我爸在那个一艘船那样子工作，虽然我们旁边有造船厂，偶尔会看到他去帮忙弄，但是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我爸真正在做的是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印象是这样子，因为你就只看到局部的东西嘛，他不会把完全的东西给你，就像你现在在看我爸做那个王船也一样，他就是局部的东西。他所有的东西知道他在他脑海里面他就在我们家前面先弄好，然后
才到庙附近去组装起来，所以别人看起来你也不太清楚他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们家可能几个小孩里面，看来可能是只有我小弟他比较有可能会接我爸这个工作。伊希望阮家个手艺甲接起来啦，伊就感觉可笑啊。毋过你看一个老人安尼，一个功夫较好着，阮无人甲学嘛是足可怜的。我的心情哦，会当学偌济算偌济啦，就是尽量学安尼，会当学偌济算偌济。学的是家己的，毋是别人的。啊，所以就是会当学的时阵紧学，莫等假。袂当学的时阵，他搁要来学，迄拢袂赴啊。尽量兴趣上要紧啊，有兴趣要做上要紧，做家己爱要做的，安尼啊有当时啊，你讲不爱做，你无快乐啊。啊有诶吼，迄支胃肠诶，就是讲着心啊，伊心吼，老人诶心介胖，二两皮吼，这介水。愈大层啊，伊圆圆嘛吼，啊中间迄心明一啦，心明一啦，心无好啦。一路来，咱差不多到28岁的时阵咯，阮才开始冒船啊。安尼冒船啊，阮迄咯是做商务的啦。啊，毋过迄商务哦，然后一直买吼，一直贵，啊，咱要引悬引袂着。啊，因当中哦，就有塑胶吼来咧头啊，了自安尼陆续哦，啊有塑胶船，加点仔去做塑胶船，哦，啊若有茶船。加点仔修理茶船安尼，啊，所以阮吼国不二中哦，就会出外，拄印尼遐有咧叫，敲电话来讲叫我要甲开模啊，吼，甲做一寡玻璃车面的时阵啊，拄49岁的时阵哦，啊，我就陆续为国外去做工课啊，差不多10桶重。大家好，这是烟台布保养厂，这啊袂捌点的，安尼就认为烟又到站，含水啊是活通正性了味，为上下讨论，把重大的事情到相关的事情，开场大家踊跃出来参加，8点要到啊。请大家赶紧的来活动中心遮开会，要来讨论土地公司跟庙的代志，请大家踊跃出来参加，感谢收听。我个人的想法啦吼，咱若有要出力啦，那做个是咱去有食有头钱啊，无找无10个啦。没有咱就事论事啦，因咱人伤少啦。我知。啊，咱即摆一个有爱他30个啦。啊，我问你啦，即嘛，真趁侪人啦。你讲要参加人多，你敢有啊？来，运动一下看啊，一下就会当然啦，对啊。后生的，你会问几点后生？像我这方面啊，体验是强，强在牛坡路下走路啊，无啊。你看看又是
咩你一定講個情景單嘅，哦係冇啦，唔好搞到意唔啲啊。你講之前咧阿邊個來啦？你是家己按道理哦，全部有些人睇，有些人睇啦，行水咧，行來，迄三個動作啦，我出來無，咱就問題啦。你做啊？啊？你要買佢咋？啊，唔介意啊，我冇一啲起嘅，做乜起出嚟？睇你咁介意，睇想做起出嚟，我請教你。我攞毛年，有做好冇？你有咩例子咧？我冇。喺邊做毛年？得啊，眼起出嚟，眼起出嚟冇。鬆好啦，注意啦，全部係面膜，聽數啦。很快咯，廿個字嗰個噴課咯。你就從我手上全部攞出來啦。啊，客戶行到去即做面咧哦，客戶嚟我講咧，冇去啦，冇去啦。咱自较早赢王家进，东港赢王家进吼，搁去到接咧那个兰州银王溪州大天府遐，已经较紧啦，哦，这个传统较紧。啊，当然啦，我也知道很辛苦啦，但是咱团结的这个时阵哦，若讲假使讲因为安尼来中断你哦，真正介多彩，松头后得起人呢，拢有安精彩呢。我有看到影片啊，吼，相当精彩。好啦，安尼感谢啦，我若是有法度去迄个邀请到因吼 ，OK 了啦。高雄市係了去南州啊，吼，南州望洋王是東港沈陽，啊東港嘅洋是2箍還是幾多啦？吼，喺東港比賽嘅時候有千多千條啦，外次表演就差唔多揾3出咯，哦，他只係反應要講表演嗰家出嚟幫我看下度。
两年人去规村的人拼的，要拼，该同讲，该王家赢几多亿，敢要赚几多亿呢嘛？哦，拼。佢裁判的人是讲，我本期该那位人呢，提单，啊，佢王爷公是讲认同安尼提单，啊，旁边佢讲，所以本期嘅裁判呢，该骗的人大一单。王爷公讲啊，不满意，用个扁呐，吼，按不提碰嘅，该就讲，哦，做唔得咯，你阿本太笨，三更半夜人该将窗起来，人送来。啊，掠两条，啊那金牛就东港王爷覆盖。掠金牛啊，会较尖的囡仔，就来填书啦。系啊，俺教养就画出来填书嘛。啊，还要照转去，佢等讲画较尖的囡仔，俺冇法度，因处理好诶，甲成日俺吐。俺讲好啦，俺出去填书啊，他就走了一下。其实他们跟牛都已经有感情了。做那些了。哎呀，老人家，因为他们每一年也都会出来做，每一科要用到人手的时候，他就出来帮忙。跟我小频道。这摆是107年啊，这个是101年的，这个是104年。咱开100空。这101年，这104年。你都买啊？我拢无甲伊遐讲呢。按着钓啊啦。咱即马吼12月，报遐阿兵哥遐拢总要来食饭哦。伊有讲哦，暗顿咱家发落哦。当批嘛爱批看几斤安尼来批，爱差不多30斤来批啦。唔啦，唔好30斤啦，20斤来吧，20斤的当批。哦，少咧。12日煮饭汤，我按算煮一鼎，啊看咱真系要出来食就出来食。哦。你嘛爱。啊，着互大家知影，讲遐要来练习，因要来练习的。鼎啊，4斤。啊，大尾差一行到这个来，行到这个行，啊是。啊，我咱的车拢就是大，这摆这个拢做唔忙咯，早期是东港老客啦，拢东港行，啊，迄阵拢要用行的吼，啊用迄个大桥拢爱用耕，迄阵用人耕过东港啊。52年，阮是拢含东港做行，啊，迄年就是讲赤海王吼，拄好离阮迄个大天府吼，遮算讲有升官去做升官去来遐做出巡王啦。啊，就是是命安尼讲，但是讲要去甲迄个东港东龙宫吼，要甲伊祝贺吼，但是要入去一定袂当入去，因哪讲啊？因为伊面对的。几啊百队、100-200队的外口人，伊讲大家人拢要入来讲，伊当然无法度通所以关节嘛。啊，关节这个无啊，阮大天府入去了后，就是这个老大感觉讲，以早伫咱这新民过遐升官做出巡王，啊，咱要去甲伊祝贺，袂当入去，当然计无爽快啊。啊，无爽快了后，伊讲无安尼，咱规去转来家己赢啊。迄个52年拢筹备倒来家己赢，所以为52年开始赢。有过来家己赢，较有家己的一寡想法，甲家己的管理的方式较无共款。啊，因为阮毕竟阮遮无靠山，无靠海啊，啊嘛是爱去那边的迄个海边啊去请哦。啊，这是个人的迄个，当然，若会当家己的所在是上好，因为阮南州算袂歹啦，佮
3乡镇14个部落啦，算会使啊。安尼大大扩大呢。将军爷上桌，将军爷送茶吼。身份证你伫头前还几路呢？大家拢是农业时代较有后生的，我哋病7、8届啊，或10届啊，我上一病有差唔多，跟我年纪嘅差唔多，有咩用10屆啊，個到時是過鬧熱啊。今日上一病係冇嘅，啊，我哋病，啲病係要退走嘅，啊，要做下無線變好熱嘅啊，就冇按熱床啦，做到冇按急床啦。啲總條店冇乜解後生人啦。啊！你啊，攏較老嘅人找總條天天啦。啊，硬尾伊陸續都有參與啲嘅任務嘛。啊，硬一擺看一擺人越來越少。係啊，啊硬對上課，硬就想講，圖門可能硬自家同朋友做得下來退休嘅我。因為你啊唔咩公家事務，要搶自家誒家出嚟退休，係啊。啊，姐姐說，要做10個啥啦，就講做得就出差唔多10年啥嚟天數。食法拄的，唔好安尼害。安尼得，好，今嘛你去卡浪，你後壁。哦，你翻頭莫走遐忝大安尼甲洗起來，佫來。哦，拄的得，好，安尼你莫害啦。对，一直停，啊，我这个安尼得。收2張，收到。唔會啦。尋晚有黃牙講，有北拱聽傳咗個。唔會啦。佢錯嘅。唔見到牛條冇行。cái ai ở hát sư rồi nhé cái khai rồi ở chỗ điện nghe khai tay tay anh用tiêu入去咩anh用直作好多隻anh用出清果嘅用開啦冇條長果冇夾啲牛上上條圈冇anh係啊你講我講啊anh直就去咗唔對黑白韓國人嗰隻電影飯鹹飯湯，嗰小紅都煮好啦。做得食飯咧，做得食飯咧，你睇開飯咧。家長，
到4點啦，去台南下來。在美國上班咧，咩請假請2個禮拜下來。中原，我是驾科大天顺秀，西大先生王家。4点3，4点3，大天水，大天水高，大天水高，大天水高。来，大天站起来啊！大天水。金牛镇除了没有看牛甜甜甜啊，其实个牛公牛婆咪真甜，哎呀，大骨也咪真甜嘛，哎呀，弄太搞一个镇头出去，整个完整的编组每个都很累啊，太搞用真甜嘛，这种真甜嘛，跟无煮到好心咩变咸的，个讲实在的啦，挨条羊毛的粉水炒里边都挨总条的，即太搞想要来夹两个呢啊。屌錯唔係，大件分桶啊，會變，千會變，然後會該白公白婆數講出婆，千會煮出來，而家煮緊木姜用啊，其他種種想要嚟食。我嫁来哦40几年了，我儿子43岁了，所有的女人，大部分都是在帮忙煮菜，就是会出来的人就是在这里帮忙。你家你该等下镇头到哪里了？要在哪里吃饭？你参详一下哈，参详一下哈。要入庄的，要入庄的。哦，你有遐个诶，高钱，啊无你高钱遐淡薄高钱遐久好安啦。好，我伫迄个金庄院后壁等你。好，你甲队伍迄个告知一下哈。会当诶，做这个，因两个做这下卡内底，有喷喷啦，好 ，OK 啦。好。说陈家金融镇也是一代一代传承啊，像我爸爸叔叔以前赢完之后就跟着他们出门，就是跑龙套嘛，拿毛巾、滴茶水这一些的。然后后来等到我们国中比较扛得到了，也是一样啊，从牛屁股。然后到能力气够了，再去扛牛头，这是也是慢慢传承交接下来了。仰望对家来讲，迄个最重要去保险这个总头的一个气氛，保险这个总头团结的一个象征。所以家到落一批，伊才会讲就讲。其他总头可能他7年8年，就某一天有一个称头出来，太普将20年一28、30年，天天就有一个称头出来，所以人落一批太普年代讲法，叫到其实接会讲出来讲，客家人无本人看衰啊，伊无法度话，因为规个太总头全部都讲福佬话的，唔像我家，我讲嘛，要到社会。社会开始，许多学校就开始讲福佬话。
因为伊听我讲福罗帕，无去无法度生存，所以也都好上一批的带沙去的，行到福罗帕全部比合法行得早，因为伊讲的机器越来越少，啊，所以也都客家人其实就只能够靠金牛村去表现出伊个总头的迄种精神，也是讲用金牛村来得到其他南族其他嘅福罗总头的去对遐头嘅肯定。我去后面拿。你那块全部是有伊个团体、有个归属的迄种感觉啦。高雄中的伊个迄个地方，佮当年的家庭都给。啊，去太埔一开始总在做研究，啊，慢慢呢，有蛮好歹事情也有的要人来讲。啊，所以因为大家对俺好，所以其实慢慢呢，几笪地方就可以咱去当作讲，这个到南部，咱我伊个做地去寻到归属感的一种地方。请我。请你吃饭当然可以啊，我们还有平安宴行的，平安不是一直请我吃饭吗？平安福宴啊，对啊。今天是礼拜六。礼拜日。福宴是礼拜四还是礼拜六？我说礼拜日平安福宴是礼拜日。是礼拜天啊。礼拜天。老师可以来啊。礼拜天。下午6点半。下午6点半应该可以。可以了，过来了。哎，以前不是在牵船那一天吗？辛苦了。感谢。福德盛行，好公益平安的，他向年轻摇对，你刚刚要会看出来啊？你这个，人家好，你看无？
这个枫叶啊吼，我来做准的啦，要做王准迄个啦，红的啦。啊，我即摆咧讲哦，我甲你参详一下吼，迄个王准车，我若爱王爷，啊你头前迄个庙吼，迄王准庙迄边仔遐吼，用吼就茫互我物件，我明仔载头就改早吼。早爱物件爱款去啊，呀啦，都就安尼吼，啊落去处理安尼啦，处理红毛安尼尔，啊，呀啦，好好，啊，逐个配合一下安尼啦，嘿啦，呀，有需要啥物参详的，还是啥啊？我甲你讲，安尼，好啊，好。叫做华联就叫啦。哦，来，过来。好喂，较快点要烧吧。去这边啊，去这边啊。慢慢的。所有的老片哦，啊要盖久啊，拢行看啊，拢差不多是迄个整个差不多这样，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这次比较改变比较多，就是有很多外人，较侪外人吼，较侪外人去买机会王族，现在较特别。因为我们组委就一直在想说，是不是说做一个传承？因为小朋友来了解咱这3年一摆的吼。啊，互囡仔了解一下，啊，伊要做一个传承。哦，以后就讲哦，啊，我细汉的时候有着王船，啊，是毋是大汉以后也把这个银王这一块吼，看会当算讲甲伊传递下去啊，这样。啊，因为阮南州算讲，阮的资源较少啦，啊，搁农业这一块吼，所以伊的人数较无讲像东港迄用的。我觉得我爸爸做这个东西，他只是觉得说，就是他跟神明有缘，然后做事情的。他下一刻应该不会做，我觉得啦。他也很老了，我没有跟他聊，但是我们觉得就差不多这样就好了，不要太累。
云树花果枝，天下以往之千牛，小弟子靠向风来之正变，必达西央，战千数代之妖风，撇下五方运气，顿时传点冷血，今年为情含生于多处特定。平安于防卫，建设特别人民作业，一如做人良好的团。
上南偏街风，吹你了上南偏走，佛佛上思穷黑暗，转无下亲呀牛，上南偏街风。吹过爱嘅條那麼，吹開無湯嘅大門口，繞牆一瞬轉來錯，我把身蓋頭，水慢慢流過，造心都按不。唔是聽過，流向漂白嘅渡船頭，上南偏嘅風，吹你了上南偏走，吹你秒懂。叫我咱離婚的啦。加貼的啦。也可养算如啊，咱離婚的。不要跟莲雾生氣啦，生氣啊太粗魯了，莲雾受傷了啦。莲雾會受傷啊，你家輕輕的，它就不會受傷啊。再慢一點啊。我過去我啦，經過介多啊啦，介多下關迄個困難過啦，我是安尼。嘛唔敢講啊，未來唔敢講啊。但是人要行路，一步一步要行較知啦。靠天落實啦，我像海洋樣嘅，三個高位水穿到嘅，三個高又變沒落去嘅啦。做老師做久了，你的那個價值、那個東西都會出來，你就會覺得自己好像活在一個雲端，有時候會忘了自己是誰。唔講唔可能有得命，唔講叫做一因人的給審判自己。而且這樣的事情其實會出力，會刺激的。你上班有去交了？有啊，有忙。你给奈？有啊。你给奈啦？啊，你给奈？有没有？好。有看唔見咯？有啊，看得出來啊。見到冇彩嘅有嘅，未知有我綠色色嘅。造心都按不透，長長嘅水，想起馬薩嘅笑容，上南偏街風，吹你了上南偏走。